随着能源转型的趋势，电动汽车挂牌逐年成长。不过，车主最担忧的还是充电桩的数量不足。不过，现在台南市向中央争取2.5亿的补助，预计在全市202处公有地设立充电桩，而且是37区，每一区都有快充，成为全国唯一。该工程案8号在环境部副市长和台南市长见证，市府交通局和台达电正式签约，要打造台南成为全国电动汽车充电站的示范场域。相信台达电的配置一定是配置得很好，那也可以让我们包括北部来南下的民众的电动车驾驶，还有我们自己台南市的电动车驾驶，都能有一个非常这个友善而且非常好的这个充电环境。台南市拿了2.5亿那其实我们环境部总共也才5亿而已，所以大家给王市长鼓励一下，台南市一个是拿了我们1半的经费。经过公开招标评选出来的厂商台达电，总投资超过7亿来设立充电站，还有后续的维护管理。当中还有2座充电规格回馈升级到350千瓦，提升充电速度的4成以上。我们提升了这个规格，比标书的规格呢再提升50%。所以我们这一次用11 k 瓦的充装来取代7 k 瓦，我们用200 k 瓦的充装来取代120 k 瓦，我们也提供了全世界同步的最高规格的充装，350 k 瓦的充装。那刚刚局长讲 ，Model S 100度大概在10分钟、15分钟之内就能够充饱，那这个大大的改善了，尤其是在台南，它作为南北的交通的枢纽，在里程的焦虑上呢，能够完全解决这个问题。该合作案预计今年11月底完成，可以符合市面上各种电动车的充电需求。除了是车主的一大福音，也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。记者郭恩吉台南报道。